美食报卖啊！这间位于东风路上的桂一郎健康烧肉屋，开店的第一件事不是别的，就是先起火烧木炭，而且这些炭也不是普通的木炭，而是使用贵甘最的日本备长炭。就连烧肉的配角都这么讲究了，更何况是主角本身呢？果然，健康烧肉屋所使用的肉品，全是空运来台的 A5 和牛、伊比利猪以及日本干贝等高级食材。会有如此的坚持，就是为了让消费者品尝到顶级美味。店的话，基本上我们都是只提供日本 A5 和牛，还有澳洲的和牛的部分。然后猪肉的话，我们只有西班牙的伊比利猪。然后食材都是我们就是精心挑选过。然后我们本身的话，我们会有桌边服务，如果客人需要的话，我们就会有全程的料理。但是可能前提是我们在就是现场比较允许的情况下这样。那如果说现场比较忙碌的话，可能我们会就是稍微麻烦客人自己自行稍微料理一下，但是我们会时常的巡逻观看，对，会关心客人的状况，这样。那我们的话主要就是我们的特色就是我们的服务，然后以及对于食材的坚持。一郎先生当初与台湾妻子在澳洲攻读研究所时认识，毕业后两人决定回到台湾共组家庭，也因为对料理有兴趣，加上想把家乡味带到台湾，于是开了这间健康烧肉屋。展店8年的时间，也让他对台湾人的支持与热情充满感谢。现在他用美味的料理来回报。对，因为其实台湾的客人都非常的热情，非常的友好。对，那主要是口味上，我觉得口味上可能真的是说台南会比较喜欢偏甜的口味，然后没有日本那种调味重口味的调味，但是比较偏甜，然后喜欢吃火锅。所以说我们的餐点慢慢的我们经过了8年的演变，现在就是标准都会有搭配火锅。而会把店名取为健康烧肉屋，其实也是因为老板一郎先生坚持提供健康的烧肉，只使用日本及澳洲无瘦肉精的高级和牛，猪肉是采用西班牙进口的伊比利猪，海鲜则是天然放养的渔获，就连木炭也是只用日本的备长炭。对于各项细节要求一点都不马虎。尤其台南是美食之都，一郎先生选择在台南开店，除了是眼光精准，加上喜欢台南在地的人情味以外，他更希望透过美食提升台日友好。当然，从来客顾客数就能了解到一郎先生的用心与成功之处。记者张硕维，台南报道。